嘿，大家早早，嘿嘿，欢迎大家今仔日来陪冠星做电商这个 Dice Dungeon，Dice Dungeons，进前我拢讲毋对，进前我拢讲 Dice Dungeon，安尼就是今仔一个 dungeon，所以发现尾仔阁有一个 S，所以其实伊是有几若个无共款的地下城所以其实叫做毋是 Dice Dungeons。家己英语嘛无介好。嘿 ，Ruby 高早，欢迎你来，欢迎。嘿，食早顿未？我食过啊。嘿，今日我有食肉噶。嘿，今日食迄个，今日食猪肉迄个肉噶。嘿，赶快是食早顿掉。嘿，两位高早。安尼咱来看卖。咱顶摆迄个上简单的关卡有通过啦，毋过较困难的都无。毋过我阁发现一个介特别的一个，或者啥，或者额外篇章，额外篇章，毋知影这内底甲迄个顶摆算有啥物无共所以我着先凊彩拣一个来算看卖。两位辛苦啊 ！Ruby 拄起床，讲小等要上班。阿静嘛要继续做工课。无问题。嘿，两位做恁去无用。嘿，Mercury 高早，欢迎 Mercury， 欢迎你来。嘿，今仔日你有较早来吼。后壁敬一个好啊。嘿，完全毋知影即两个是啥物。是安怎甲我讲？大家拢是新角色。哇！而且因的困难度拢，奇怪，头拄仔即两个困难度拢有够悬的，对。无咱后壁拣一个即个挑角好啊，来看这挑角会使创啥？好，伊头前阁有在剧情呵。而且有够大声，我家用较细声。两当半进前初见的时阵，头一摆见面的时阵，这个豆仔原底拢是人的意思。No。OK。所以因遮的人是有变做豆仔的，原底是人，毋知是有啥物会变做是巴豆仔。伊个有经纪人 ，OK。OK。好，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迄个进前的迄个原底的篇章，故事结束了后，搁过2当半。因搁重新迄个见着面发生的代志，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有一种迄个高中学生毕业了后来找老师的这个感觉。OK。无啊，因应该拢是欠钱才会倒来遮，听因头拄仔的对话。所以这OK， 所以这是一个互魔法纠缠的地城。佫会使拍即种合约，佫会使拍合约讲迄个，倒来进行先拍合约讲迄个，
你无得到我的温存，你就袂使甲我问问题。哦，佮有经纪人，我知，佮是同一个人对无？OK， OK， 无啊，伊就讲袂使甲伊问问题啊。嘿，结婚，差一点讲中岛平安，结婚较早，欢迎你来。嘿，较早，真正无去过一摆同学会，哦，完全毋捌去过的意思呢。我嘛无，我嘛无。我做代理人了后，我以前的同学拢已经做老啊，所以因嘛无咧办即个同窗会啊，哦，所以嘛无我的代志。OK， 所以因看起来是有拍一个节目，看即个地形的节目，啊入去进前拢会有即个访谈。哦，哇，真正去点点。哦，因两个人拢有够迄个，我无欢喜啊，甲伊创空啊。好，所以意思是我干那一粒豆啊，夭寿啊。好，你看起来我有牌组吼。所以这个抽角是会使做牌的，我介意牌啊算，安尼好，骑手抽一张牌，龙枪，好，想看觅，先开箱啊好啊，好。扣8点了后，会使抽8张，逐回合抽2张。哇，啥物拢无啥会响。看觅对方会使创啥？好，我被拍。我想要还有豆啊。哦，伊是拢一直会转来哦。安尼嘛算袂歹。无我原底所想的遐凄惨。OK。哇，安尼我一定爱靠回啊，无我就无法度甲伊拍。好，3点，甲电一下。哦，有够疼的啦！疼，免啊！好，开箱，无爱。好，想看卖吼。直接抽好啊！耶！安尼应该差不多要赢哦，爱卡手好。伊个有这牌仔包呢，有够古锥。啊，毋过伊敢若一张，现在还互我3包，啥物意思？牌仔咧，
牌啊伫倒位？哦，还是讲我小等抽牌加抽一张？哦，希望是安尼。好，来看我要甲啥物回来升级。Mercury 雄雄想着明仔载要上班，最后直播对袂着。哇，无要紧，迄应该嘛是会流动，嘿，迄嘛会流动，所以会使波动，嘿，对。啊，若是有迄个啥物问的问题嘛，是会使等明仔读啊，我嘛是会读出来，你接波动就看会着啊，嘿，对，请毋免烦恼，嘿。好，我想看觅哦，毋知伊升级了后变做啥物呢？可能嘛是升，敢袂当升看？会使。得着，这啥物物件？魔力，这新的物件呢？哇，伊完全无介绍。好，无要紧吼，即个时阵咩啊？即个时阵就是算看觅就知。好，确认魔力是啥？毋知，小等来看觅。来，好，安尼咱先甲伊拍。耶！伊个一个啥？哦，对呢，真正会加抽一张呢。安尼袂歹。毋过伊爱骑数，好，无要紧，先拍。骑数。哦。安尼就无法度现场大声喊讲你爱关心，无要紧，你会使趁即摆话，嘛是会使。诶，无要紧啦，我会甲你的即个心意记牢吼，所以我时到我会当做我会当做你有伫遐喊吼。诶，多谢你的爱，多谢。好，即摆知影即个即摆知影即法力会使创啥？会使互一寡牌会有迄个加一寡效果吼。啊，毋过即摆看起来还无看到即款的牌啊，无要紧吼，会使拍的先拍，去后面替你画啦，去后面替你画，安尼你毋免烦恼。はい。哦，伊伫咧靠火，伊要死啊！啊，再会。输克一个，食一粒应该，食一粒应该有够。抽，哦，有够疼，赞！哈哈哈！红喙球，这啥物招？哦，哇，运气无好。哦，救命！疼到要死！哦，无要紧，加在迄个，有饱满。哦，这爱想一个咧，我会使毁掉一张牌啊，我会使拣一张我无介意的牌啊，甲毁掉。应该是有这个需要哦。无再减一张好。来开箱，会使抽牌，感觉会使抽牌拢袂歹啦。好，先来看这有啥？魔力，毋过毋知影魔力会使创啥？
徛数会使加一个，拍6点的时阵抽一张，感觉无啥好用。无咱先拍即个目册仔才讲。又一个古锥的声呢，哇，拢无法度用啊！啊！搁抽。一惊死吼！先拍。因已经拍到有感情啊！惯性敢要食目册啦，袂歹食，虽然无讲定咧食海产，啊，毋过算是有介意，就是迄个有时啊庙会的时阵，还是夜市拢会有迄种，抹迄个 barbecue 的迄种迄个酱，啊，会用迄个会直接烘的迄种，迄种好食的，我介意食迄种，我嘛有介意迄个盐酥鸡，无盐酥鸡是鱿鱼吼，无头拄仔讲的嘛是鱿鱼，无啦，拢有介意啦，迄个口感我有介意，哦，有啊，有即个食无力的有啊，咸姜啊，好咸姜啊，好，身体，吼，来补血，看起来无啥物需要的吼，这是毋是奇怪？这是毋是付清了后伊就会？伊就会固定，就是袂占一张牌仔的位，好毋知试看觅，先乌白省。来哦，食5点就会使，升级，先试看觅。做想要食杭州鱼，歹势，我毋是调过伊。伊卡类的味拢差不多吼，对啊，应该拢介绍上。伊会使直接安尼呢，安尼就一定会付清啊。袂歹呢，而且我逐回合拢会加足者法力，法力无变吼，法力无变，嗷！鱼肉牛杂，欢迎你来，欢迎！好啊，拍开始。哦，够痛！嗷！惨啊我！先看觅，无啊免想，报一个要死啊！应该拢无好用。哦，鱼肉咧上班，敢会使挂鱼风来听。安尼我可能爱尽量加讲话，我尽量。冠生今仔日敢有食早顿？有哦，头拄仔有食迄个，迄个猪肉的肉粿。今日共款是食早顿店的猪肉肉粿，好食。好，这两项拢无介意。一摆看到一本 YouTuber 掠虎头拍来食，迄会使食哦，有点恐怖呢。
看起来足赞的。OK， 看起来足赞的 OK。安尼你有机会再食看卖吼。真正足介意肉噶，对啊呢，对啊，确实是足介意肉噶。对，通常拢是点肉噶啦，有时嘛会点迄个俗胖，虽然应该拢是差不多的物件。拍拍咧，好有发力，哈哈。嗷，有够疼的。对，我知影有个人会摕迄个虎头蜂来迄个激酒，对，有听过有人会安尼做，毋过我毋敢毋敢想象，听起来看起来应该都介恐怖，会惊。啊！小烫烫，救命！初见平安，初见高早，欢迎你来。哟，佫有一罐牙缸的哦，恁兜拢有够厉害 ！Oh my god！会使来升级啊！我感觉我发力有较济，应该会使好好利用一下。哇 ，Mercury 互手机啊拍着面，哎哟辛苦啊，听起来都够疼的。这就是倒伫面床顶看手机的时阵，定会发生的代志。袂歹呢，我会使戏送我无爱伫的牌啊。好，遮咧，会使买苹果。看起来拢袂歹，无我先戏送我无爱伫的牌啊，好啊，想一个，好，这无爱，过来，台湾的虎头蜂若是较少，我嘛毋知呢，我也无去过其他的所在，所以我也无确定。毋过应该毋是讲足定看到啦。先抽，轻松。好，腰袂歹。这回合腰袂歹，哈哈！奇怪，音乐是毋是有偷变大声，还是我迄个错觉？哇，好惊着！好，我想一下。好。好啦，我是较小一个。看日本一寡装局厝，不时就生虎头蜂秀。哦，是哦。对我这世人伫台湾嘛是毋捌看过啥物虎头蜂秀，所以我嘛无啥咧看日本节目，所以。我嘛毋捌去过日本，所以我较毋知。对，这听起来有道理，就是伫人较定会出现的所在，伫人类定会出现的所在，真紧就会互人类破坏去。所以确实应该是伫庄卡会较接看到。对，这啥物地图？游泳池，竟然阁有游泳池，小看有。11粒星，所以4粒、3粒，会安尼拄啊好。
先为倒位来咧？即边物件上济，无咱先来即边。冠星敢有互芳点过？无，无。毋过自我迄个有留即个较长的头章了后的，有一摆是迄个，因为你会使看着我有较，小可有 Q 摸点，迄个有，有一摆就是有一只芳，伊就是无细枝撞入去我的头章内底，因为我头毛 QQ， 伊家己嘛无法度飞出来，我嘛感觉足恐怖，所以迄个有一个，我知影伊嘛足惊吓，毋过我嘛足惊吓，即个状况，都即个状况，足好笑，落尾是无代志啦，落尾是单着身体我家己抓出来，都无代志啊，互大家笑笑，对，毋过家在无互顶着，算是运气足好，装卡厝，原来是装卡厝。哇，你细汉是有互顶过？听讲话人过敏，伊就会较严重。就心甲抓出来，伊敢要活咧？有，即马阿心有较会晓控制迄个气力，所以无啥物大问题。对，伊较勇啦，伊较勇，甲我无共款。所以做只好先互伊带伫头章内，莫，冷静，莫安尼，对伊嘛无好，伊嘛无得去食物件吼，足辛苦的好无？人初见到人听，遮尔刺激的内容。好啦，无啦，讲起来，有心敢甲伊拆食落饭，无呢？其实我真正毋捌看过伊食虫啦，毋过伊敢会食虫，我嘛是毋知。飞碟我是无看过，若准有，都有。飞碟我是毋知，哈哈，该笑，小看觅，搁抽3张好啊，趁这个机会甲伊拍。人偷仔食安尼我都毋知啊。伊早摕迄个德色手的时阵，有互土芳顶过。哎哟，恐怖！敢无安怎？我其实偷甲大家讲，其实我自迄摆迄个有芳，迄个撞入去我的头章内底了后，我就开始足惊芳。以早拢无啥会惊，自迄摆了我就足惊。虽然无互定着，毋过迄个感觉嘛是真恐怖呢。就是我毋知要安怎形容啦。你会使感受到伊伫你的头壳顶，伊伫你的头壳附近，伫遐撞来撞过去哦。恐怖！菜虫就知影。毋过菜虫若是有看到，就会甲硬掉，就袂甲食落。但有时应该是无差啦，伊拢食遐紧，伊应该嘛无咧看，伊就真有可能甲伊食去，是哦，顶定会较粗勇哦，敢真是有即种代志？你的意思是讲，顶过了后，你会有啥物？你会有抗体？你会有抗体的意思还是啥物？伤过亲密接触，变做爱极生悲。伊嘛无爱我，我嘛无爱伊啊。我无爱芳啦。哇，大头毛整起来，一粒无得写字。安尼嘛是，好啦，无介严重，毋过嘛是无啥方便吼。错误的时间，毋对的人，恁拢总甲我讲的呢，伊甚至都毋是人。对，有听讲迄个花菜内底有够济，对。而且细支搁讲色水，细只搁讲色水，
你有听讲迄个花菜内底足济，而且看无啥有，所以对。哦，这敢摆规张迄个地图走行了，才会当进后一张。其实毋免，其实毋免。啊，毋过是当小看卖哦，无爱好啊。啊，毋过就是伊下骹会讲即个升级，佮需要规粒星，嘿。啊，伊升级了会有好处，就是会加几张牌啊，还是可能会加几粒豆啊，嘿啊。这我感觉这拢是对迄个，这拢是，我感觉这拢是对迄个落尾要拍 BOSS 的时阵有帮助，所以我就想讲，会使全部拢拍了吼，安尼拍 BOSS 的时阵较有赢面，嘿，过客高早，欢迎你来，欢迎，嘿。花菜汤又搁较花菜羹味，哇！安尼都无差，若是花菜汤甲花菜羹味，安尼你都直接食了，你都毋免去慢慢去分讲迄是汤还是菜啊。除非你食菜，除非你是食素的，哦，你食素食的，安尼才有差。哦，你无要食汤，安尼有差。哦，若无你就当做是补充迄个两倍一道。莫想遐济，规气莫洗好啊！哦，无你就会像 Mercury 共款，洗甲食袂落吼。毋是迄个菜汤啦，菜汤食菜骹死，毋是咧讲迄种的菜汤。嘿，哇，无牌啊，汤抽啊！对，食汤当做食补吼，食汤敢毋是食素？我无确定呢，迄应该算是错的，迄嘛是肉，汤肉嘛是肉。哦，看袂到迄个豆仔的点数，毋过无要紧哦，赶快甲定甲金死死。哈哈，啥物代志拢无得做。有啦，有一种情形，食汤算是食素哦，就是你若是单有心，你就会讲菜汤拢食菜，所以我食菜汤嘛是咧食菜，吼，伊就会安尼讲。吼，啊，毋过我想应该毋是安尼啦，应该毋是安尼。吼，汤食素，安尼对，安尼食牛嘛是食素，我嘛拢有食素，我嘛是食菜人。Oh my god！Oh my god！ 大狗的骹，大狗的骹会交着喙内底皮哦！哇，对呢！安尼食，哇，大家拢总甲我讲会救命。哦，一般的汤无疼汤的感觉，哦，安尼都有道理啊。嘿，因为有个人讲迄个食菜的，就是食菜的目的，就是要食迄个，想讲食物伊袂疼，哦，都袂造成因的迄个痛苦。有个人迄个食素的原因是安尼，哦，安尼就对，安尼就有道理。哦，安尼食汤可能就有算是食素。那准是你是要以即个角度来讲啦，那准是要以即个角度来讲，可能嘛会使讲食汤是食素。嘿，嘛有科学家讲，迄个其实食汤是迄个上界有效率的迄个产生肉的方式，所以有可能伫咱有可能伫未来的即个社会吼，咱的肉拢是为汤啊做出来的，这嘛真有可能吼。虽然一开始听到总是会惊，伊头拄对我创啥？哦，伊甲我的即个大招的即条完全用互无去咧，有够过分的。
而且伊个减少受到的伤害。哦，过分。数量外高高。这啥物货？哇，奇怪的状态，然后家己愈来愈虚弱。好，过客要来上班啊，辛苦啊！辛苦辛苦。加在有5点运气介好。哦，好，我得做代志。伫食汤进前也是感觉食土仔袂歹，食土仔无啥问题啊，土仔就是肉，伊就是素常的一种肉，应该是袂安怎啊。汤仔应该是大家较无法度接受。好，无想看觅，无来升级一个，佫会使升级啥物货？这会使变做啥？哦好。会使摕一个6点，毋过有时需要卡数。好，无咱升级这。制作素食的过程，反正无采较侪能源。对，嘛有听过即个讲法，所以食糖真正是一个选项吼。哦，土仔敢堪咧注射？毋知呢。着伊可能着较细只吼，迄注射可能就是你食遐济肉，可能你会食着的迄个注射药仔迄个就是迄个注射迄个药仔，应该嘛是会留伫伊的身躯嘛。所以反正你因为你爱食较济只土仔，才有法度食饱嘛。若比原底其他的迄个动物。所以可能你嘛会食着较济迄个残留的药啊，所以对，这嘛是一个问题吼。这我毋知啦，我是无啥咧研究啦。就是时到，若是真正有即种的食物出现，反射卖，反射我嘛会试看卖啦。若阵以后就是有直接咧卖迄个。大只的土仔的肉可能嘛会食看卖。真正有量产迄个汤土的肉，嘛反正会考虑看卖吼。哦，这有够疼！食9点的发力会使拍25点。买，看起来好耍就买。好来楼骹。哦。这啥？复制。安尼我都有2个对仔的。哇，那做片共款。有一个奥捧果，伊生敢若迄个，甲迄个保护的捧果生甲相共。奥捧果 ，OK。好，安尼就敢若会使照顺序拍，无啥物选择。哇，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啊好，请互我卡数救命！好，蛋波头好。反正后摆直接用心肉底啊！我知，迄就是迄个啊，迄个刷威嘛，迄个甲刷威嘛共款。哈哈哈哈！对，其实看久伊嘛是介高水吼。伊
对，伊即个面，哦，小看麦，好啦，嘛是需要啦。生甲甲鸟鼠王有像，因那边风格拢差不多吼，嘿。对，汉堡甲的肉其实拢安尼嘛，其实你嘛看无啥会出来内底是啥，所以烘出来的肉应该嘛是做即种的，人较会使接受，嘿，无毋对。这可能嘛是，对啊，我即摆就开始逐工拢咧食肉甲，我已经咧为即个环保的未来做准备吼，莫掺三色豆啊，冷静，莫遮尔刺激好无？对啊，迄个三蹦龙的迄个腿有，腿有够短，有成迄个狗啊，好 ，Ruby 出门上班辛苦啊，祝福你上班顺遂平安，对，路人爱细字，路人细字哦，骑车细字，毒破果啊，一场敢若会使用一摆，安尼嘛无介厉害啊。你也食袂出来，无要紧啊。三色豆的嘛是会有迄个味啊。虽然迄个一般咱食迄个早顿店的猪肉肉甲，迄个猪肉内底拢有掺红菜头啊，毋过你敢会当想象伫迄内底掺迄个青豆？感觉足奇怪的。想象一下迄个味，伫内底掺番麦嘛足奇怪的。你搁想看觅啦，你搁想看觅啦。迄食会出来，所以迄有要紧，吼，耶，两项装备，抽一张，该拍。参的技术要无到位，哦，你这做生意有够迄个，你这人做生意有够危险。伊无招啊？哦，毋过我会靠足侪回的对。毋过伊无招啊，加载吼，你应该这回合应该会使结束。听说拄好9点，拍25啊！冠生敢会食Subway？会啊，听讲能力甲时间有关系的人，拢最爱食Subway，佮会甲拍做果汁。无啦，莫胡白讲，是等我过。我会食Subway，而且我感觉Subway迄个饼，伊迄个软软的饼有够好食哦，迄。真正是哦，加载伊有迄个加载伊有单独咧卖吼，就会使做一摆买几若袋，好食，我最爱食Subway。哎呀，毋过你安尼讲，其实我想着，我其实嘛有一阵仔拢无食呢，有偌久啊，张总，张总，张总熬早，欢迎你来，早顿食饱未？去补一个回好啊！已经好，知影啊。徛数，袂歹，摕一个6点，该拍，抽3张，好啊。耶！甲烧好死。向做想要食Subway，毋过食无。哇
Subway 应该是伫迄个较，要怎讲，较 fancy 的所在，应该是伫迄个庄卡较无对无？庄卡应该较无。毋知影 Mercury 即摆人伫倒位吼？Subway， 你安尼讲，我嘛好做想要食 Subway 吼，看我中昼敢有机会食一个 Subway。冠星若到使，敢会顺早家己食？敢会顺早家己食着啥货？会啊，无啊，你食到你家己腹肚无爽快的时阵，你着爱检讨一下，你到底有食啥物奇怪的物件无？大家嘛拢会问迄个要安怎讲？就是你若是有甲一寡迄个朋友啊、同事啊，还是厝内人有做阵食着啥物物件，你着会使甲伊，就是看伊敢有甲你相共的情形嘛，你着会使知影是倒一顿较有问题，通常是安尼啦，Subway 对你来讲着三喙米，你是讲迄个伊有两种寸切的，有一种是号做啥物？袂记得啊，反正就是迄个半条的甲规条的嘛。你若是食半条的是三喙，你会使买几条的？买几条的就变做6喙安尼。我数学真好吼。我嘛是感觉迄半条无够食，爱食迄个规条的较迄个。毋过伊就是伤好食，你着食三喙就了，你着感觉食无够开啊！你着想要搁买一摆，喙足大，无，迄着是爱大喙食，迄食起来才有迄个，要安怎讲，才会爽。咱来升级看觅。这升级会使创啥？伊一开始就会伫手牌内底，我感觉无介重要。搁较会使想看觅到底要爱倒一项？龙枪应该嘛无需要啊。好，无甲这改良。好，搁会使细撒一张。无爱一张。愈讲愈想要食。哇！好，安尼先莫讲即个话题，伤过危险嘛吼。食会饱喙才会舒适，无毋对，对味正讲无咧讲究，吞会落拢好。虽然安尼讲总无礼貌，毋过莫怪你会食三色豆啊！好啦，讲笑的，嘛是尊重大家介意无共款的物件啦。毋过若是对味较无遐尔啊讲究，安尼嘛袂歹啊。安尼你着免买伤贵的物件来食，你着会使买一寡嘛好啦，就是有的物件较营养啊，足侪人较无爱食啊。比如讲三色豆啊，迄种的你着会使加食一寡你开滴你嘛袂感觉伊无好食，安尼你着食较健康的嘛好。无亲像我吼，啉一下饮料无啉全糖就无欢喜吼。安尼其实逐摆啉的时阵吼，身体拢咧叫苦吼。所以嘛好啦，好啦，我先看觅无怪就心讲你字歹去，哇！伊当时讲的啊，你是搁甲伊宣传你的三色豆啊呢？莫怪伊安尼讲，全糖无啊，全糖好食呢。无大家敢有迄个做啥？
你就是安尼世界宣传你的三色豆仔，才安尼互人骂，好无？是讲最近迄个 Google 的迄个头页吼 ，Google 的迄个头页，有迄个庆祝迄个做啥？有迄个庆祝婚姻牛奶第一节的一个迄个小小的 game， 嘿啊，迄内底吼，有个人迄个，就是有人点的迄个牛奶茶，迄内底一半拢是糖呢，迄比全糖佫较猛呢，一般咧食手切茶，一般食手切茶内底全糖嘛，无放遐济糖，我看 Google 是真捌吼，有够好笑。哈，食全糖就食糖准拄煞，无共款。食糖甲啉糖的感觉无共吼。哦，食糖你搁爱等伊伫你的喙内底游去，哦，若无你嘛爱甲薄薄咧搁吞落。啊，啉饮料毋免，哦，就直接啉，搁较舒适，迄是无共款的体验吼。哦，安尼有了解吼。抽一张，好，险球仔来，哦，甲小小的，哈哈。砂糖搅水，无，砂糖无够甜，爱食果糖，人咧卖手切茶拢是用果糖，迄才会甜，迄才有够甜。若无食迄个做啥？泰式的牛奶茶嘛袂歹啊。泰式的牛奶茶内底有迄个牛奶糕，迄嘛是有够甜有够好食。看卖哦，灰条倒一张咧，灰条。这嘛无需要啦。哇，冠星的血嘛是甜的，好，所以若是有素花鬼想要食全糖的血的时阵，会使来找我。伊这汉草有够好诶，哦，伊的这个手，哦，哦，伊个有这个心脏咧，迄个皮薄菜的声呢，大家有听到？凊彩地一块柠檬落去，无共，就变做是酸酸甜甜的，伤过健康啊！哦，我无咧食即种物件，食全糖顾身体，食三色豆佫较好。无爱。你互我想到迄个天才批，足久无看到天才批。天才批之前嘛一直咧讲啥物？食酒顾头壳，食薰顾耳光。哦，毋知影咧讲啥？啥物互做食三色豆佫较好？你佫想看觅？哦，热感是甜的，无，热是甜的，迄著糖尿病啊。即摆是代理人无即个问题，毋过各位人类吼，爱注意一下。对 ，Mercury 想到迄个 Susan Strong。我嘛有感觉伊生了有互我想到迄个 Susan Strong， 毋过 Susan Strong 佫较古锥吼，伊迄个有滴迄个猫仔的迄个毛啊，对无？我应该无记毋对哦，足久无看 Adventure Times， 对，伊这个骹骨对，伊规个身躯遮尔重哦，伊这看起来真正是要转去啊！毋过伊看起来嘛是足欢喜吼。刚准备好相拍，好准备好啊！哦，是土啊！原来是土啊！好，无确定。这意思就是甲我讲，我应该爱个点看一摆啊！哦，对，伊这练甲做无平均啊，敢若练迄个顶半身，下骹拢无咧练。
看起来全部拢是甲我弱化。想看卖，摕一个6点的创啥？无意义啊！哦，有意义呢，会使等补头。啊！哦，无啥物影响的对。减抽一张啊！惨啊！哈，惯性的喙烂甜的声较好听。好，安尼我爱加啉寡。一定毋是我咧找借口吼，是为着互大家听更较好听的声，一定是安尼吼。多谢吼，多谢你的提醒吼。哦，你这个音乐有够迄个，有够动感的。卖怕，哇，惨！我是毋是啥物拢无法度做？是救命！你无会啊？好，加载还有这，也有这。抽3张，哈哈。佫无法度做代志。哦，到底敢会赢？救命！好，有机会，毋过做勉强的。你去甲我用即个，做紧张的即个声。等补头4点尔，无啥物选择呢，敢若会使安尼。哇！是啊！互拍败啊！佮挑战一摆。足想要赢的，哦 no！ 好来，这张卡伫遮，有够迄个。我就先甲伊拍。Oh no！ 20点有够痛的。哦，伊是要迄个倒头算哦，6、5、4、3、2、1安尼。牛排内掺足侪三色豆，你会足高兴的。你的意思是，我知影有迄个有的牛排，会有迄个附迄个叫啥炒面嘛，铁板面，迄内底对，迄加三色豆，好啦，这个时阵，迄个三色豆，我其实有法度接受，虽然总无想要承认。毋过对呢。毋过无应该掺伫牛排内底呢，应该是放伫迄个铁板面顶悬，安尼也会使，安尼也会使。想看觅到底敢爱摕？我是有较介意迄个魔力的 combo， 是袂歹啦。嘿，
好无爱限制较大吼，这无爱好啊。已经满啊。好，来升级。阿叔高早，欢迎你来，欢迎欢迎。好，升级。对啦，无爱食会紧条就好啊，无毋对，无毋对。嘿。毋过若是见摆拢安尼，其实要安怎讲？因为头家拢会先空，啊是无爱食的人才甲剪掉，啊爱食的人才甲截掉，安尼毋知影敢有较算是浪费资源吼？嘿，我毋知啦，所以凡说若是有人要开店，嘛会使考虑，就是改做是互人客选择讲要加，还是毋加，嘿。安尼就较免无采一寡，应该有足侪人拢会甲迄三色豆仔剪掉，嘿，可能有了无采，我毋知，较拍算啦，较拍算，嘿，多谢阿水的补充吼，我爱牛排三色豆仔，会使接受，甲爱是真无共款的迄个两个程度吼。请莫黑白讲吼，多谢。无爱食的人袂使买牛排。你若是要开店，你会使安尼规定啊，应该嘛是无问题吼，欢喜的好。好，小看麦蛋波头。好，我即摆开始有愈来愈介意伊的音乐，听啊做想要跳舞的呢。毋知影大家敢有即种感觉，还是干那我尔？哈哈。来看箱仔内底有啥？无爱，我会跳啥物舞？黑白舞。其实我无啥会跳舞啊，毋过我就是对音乐咧黑白叮当尔。嘿，毋敢讲家己会晓跳舞，因为其实袂晓。嘿，健康操嘛袂歹啊，健康操嘛是一种舞啊。来介意看人跳舞，就心较高跳啦。伊较有受过迄个专业的训练，甲我无共款。想着牧师讲的早时代人是无咧跳舞的民族，这我毋知呢。嘿，这我就无研究。毋过确实。对呢，毋知要安怎讲，就是大家接触到跳舞的即站代志，通常嘛拢是伫较海外来的物件，才会去接触到。那常常要问我讲，台湾人有啥物家己的民族的即个舞？常常有人安尼问我嘛，真正想无呢，嘿。有道理呢，虽然我毋捌想过即个问题，毋过对，这毋捌想过，毋过你安尼讲嘛是真深熟的对。好，来。敢莫跳咧？好啊，来跳，跳。
哇！呵，哈哈，有够甜！啊，中毒啊！好，我需要拍7点才会使。抽牌，差1点啊！哦，佮中毒啊！好。拍了啊，来看卖。无爱。逐回合得着2点的护甲，护甲，到底敢有好用？应该嘛是，要是这较好用。先拍这边，我就会有2粒苹果，会使食。吉方讲早时的台湾人是无甲原住民算做伙，对我嘛有感觉，我知影你的意思啦。因为其实嘛有足侪原住民，即摆嘛有较侪迄个原住民会偏想讲，会偏想讲汉人拢袂晓跳舞，嘛有人做影片来偏是即阵代志。毋过确实吼，就是咱就无讲族群的文化就差足侪啊。因就是会伫厝里就会自然学着跳舞即阵代志，因就有家己的即个传统的舞的传承。我嘛感觉着非伫阮兜就无啦，阮兜就无即种物件啊。相信应该有足侪人嘛是有即种，嘛是厝里嘛无啥物舞的传承落来。这就是无共的族群的迄个文化的性质无共嘛。上帝的声有成迄个上课精声。当初早期原住民是无做家己是台湾人的吼。我有听过一个讲法，互大家罔参考，就是有人讲，迄个台湾即个名是安怎来的？其实原底迄个台湾即个词，伫原住民的语言内底意思是咧讲咱遮，就是咧讲咱汉人，所以其实因所讲的原住民，毋是因所讲的原住民，我来讲啥？因所讲的台湾，其实是咧讲遮的汉人，所以因讲台湾就无咧讲因家己，我有听过有一种讲法是安尼讲啦，无讲介确定，毋过就是互大家罔参考。想着母是迄个人狮的母，嘛袂歹啊，嘛是会使。你安尼讲，我就想着迄个，有迄个号做啥？利奥王就有一条歌号做快乐的甘蔗人。若是人狮啊，互狮啊跳迄种舞，应该嘛足够嘴的。无就是想象，你安尼讲，互我想到迄个画面，甲大家分享一下。差2点，咱先看。对呢。你安尼讲，真正有成精声呢，真正有成迄个学校内底，即摆有足侪学校是有即种类似即种的声，无毋对。想看卖哦，倒一个较好咧。抽牌啊，我有介意，一直抽应该算是真厉害，无我选即张，
系台南市内啊，对，伫台南遐，所以早期讲迄个台湾应该是讲迄个南部，应该是讲府城，敢是府城遐，应该是迄个所在才有做台湾，啊，毋过就是落尾，哦，伊会使变身呢。哦，伊会使变身做无共款的角色啊，趣味。耶，有够甜。真疼吼！拍5点，袂歹，真是袂歹。赢，补回咯，补好满。飞条也是升级，升级看觅，这升级会使创啥？哦，搁较疼好，我要爱。抽一张，食2点会使加用一摆。好，应该袂歹。好来，当时有这。当时有这我都毋知，好，无要紧，抽一张，好啊，抽一张，哇，无介好呢。台湾两支马总统的时代，台湾两支是无啥人爱用，而且佫是各项目考试的用字。到即摆嘛是啊，到即摆嘛是有足侪迄个，或者啥？到即摆嘛是足侪媒体，嘛是会用这来当做一个考试的词，嘿。这到即摆应该嘛要是足严重，嘿，对，确实是一件真伤悲的代志，嘿。啊，毋过加在即摆确实是有较侪人，有即个认同啦，愿意大声讲家己是台湾人，感觉这是一个认同的名，一个认同的符号，这是较好的部分。迄阵听无500，正常嘿，对，拢会讲迄个媒体拢足介意摕迄个代客来做即个，对，就是考试啦，无毋对，嘿，对啊，毋过，应该是算是即摆有愈来愈进步啦，应该会使安尼讲啦，嘿。啊，即摆毋若500嘛，佫会有足侪。即摆都毋若有500，即摆嘛愈来愈侪，就是认同台湾的音乐创作者，这是真欢喜会使看到的代志。我嘛好电着啊！好。哇，无好用，听说媒体就是 ROC 文化的喙子，当然，媒体就是
对啊，媒体就是一个政府表达伊的想要宣传的物件上基本的方式，嘿，无毋对，足痛。握手、握骹、握耳啊，啥物货？有人爱看媒体就报，无毋对。诶，即马足济，安怎讲？无啊，足济新闻拢甲伊，这袂歹呢。加得着一个豆啊，好，我爱。无爱。伤早起啊，足枵诶。安尼你紧去食饭，嘿，会使伤尾早顿吼。嘿，莫枵着，拜托，莫枵着。嘿，枵着够艰苦。台湾媒体北来臭臭味有够重，安尼你着莫看因的台，看我的台，吼，若无着看着心甲有心的台，好无？哦，伊有够，伊运气有够好，我要互伊拍甲，直接要互伊拍甲死啊 ！Oh my god！好，抽牌。听数来。我真正听到要死。哇！电视无人看了，看甲歹去，哇哦！返去厝拢开 Spy Family， 互阿爸阿母看，袂歹，足巧诶吼！家己解决即个问题吼，莫互因看奇怪诶新闻。哦，对啊，要离开眠床伤困难，安尼你会使伫眠床顶食就好，对无？吼，是毋是有够巧？啊好，看起来要死啊！呜，这不可能啊！这伤过超过啊！无咱拣迄个上简单的好啊。3粒星就遮困难，无2粒星敢袂使 ？Hello， 有钱通趁好。哦，对，生胶纸无毋对，对，安尼外送的是爱甲食物送到眠床顶，嘛对，安尼无好啦。对啦，上无你嘛爱离开眠床去门口摕物件，辛苦啊！哦，流行的装逼，啥哪有爱拍家己人呢？无要拍家己人家在。哦，我的装备是啥？会使用2摆造成4点伤害，好。会使甲一个豆仔拆做2个，好。知影啊？好，安尼先拍。伫暗棍挂大饼，对呢。你会使用即招，哦。啊，你袂使烧过迄个，哦，我会使摕因的牌啊，哦。好，袂歹哦。
哦，哇，这什么经典的故事，大家拢知影。你就会冰大甲你的迄个大饼哦，射过来，转过来哦。你就敢若食你嘴边啊，哦，安尼你就会枵死啊！原来是一个经典的故事，系啊系啊。看箱仔内底有啥？翻酒，哦，袂歹，做成5点伤害，啊，佮甲5点锁起来，听起来，会使先扛。油龙较大只，对呢，我无想过即个问题，啊，毋过对呢，哇，耶，我有翻酒啊，呵，安尼会减肥，对，安尼会减肥，可能会减到，规人无去吼，莫安尼啦，哦，冇事啊，冇事啊，冇事。伊个声嘛真古锥呢。哈哈，锁起来啊！哈哈哈。再会，哈哈哈。讲互月娘听好，你欢喜就好。哇！进前无工课就无钱食饭，规气当做减肥。家在即摆有钱食饭啊，辛苦啊，辛苦啊！哇！食有物件，先拍食。对咧，伊个大招是哪？伤害变2倍，袂歹呢。而且我阁会使偷摕伊个物件呢。我头拄仔竟然无偷摕，别人的物件。真正两个拢无偷着。哇，有够无彩啦！袂歹呢，好用呢。过年大家拢讲你有善，哇，辛苦辛苦。无工课就是爱找庙公，干嘛呢？中毒哦，无要紧。上色，嘿，好用好用。头体真正会使摕去。有甲庙讲下元有找着工课啊！恭喜恭喜恭喜！我想讲找庙讲可能嘛有别个意思，头拄仔惊一个，想讲莫安尼后白讲。这什么货？卡拉 OK， 听起来真好耍呢。耍看卖好啊。好，来拍刺猬。你个庙公有互你钱，你个庙公哪会遮好用？我嘛想要，我嘛想要爱即个庙公。找庙公有啥物意思？无啊，就是，就是有诶，就是有诶去食，拢会去庙店遐找迄个找物件大，找所在大，找物件食哦。
啊，原来大家有听到，我想讲伊真正有够吵的，就是迄个喷射车的声有较大声，所以我偷偷甲我的麦克禁起来哦，保护大家的耳孔。嘿，歹势，对。哦，喷射车就遮早起床吼，大家佫有啥物理由会使无拍拼咧？哦，开始我袂讲话啊。这两项看起来拢无介好用。哦，你买好就什么 game，就是我的，你买好就什么 game，就是你的，比如讲交代你的。哦，你比如讲，佫会交代你买 game 好就心嘛，叫是 game 的 BGM。哦，安尼这个 game 嘛，伤过有迄个，伤过有台湾味啊。哦，佫知影爱有迄个喷射车的声。输克一个，这好用，先用2点，哇！对啊，喷射车辛苦啊！袂歹，有机会拍到伊家己，哈哈！5点先来。啊，袂记得我有能力会使用啊！好，再会念手。来，我会记得遮无啥物重要的吼，无好，来等，毋是来等啦，来楼骹。小看卖哦，好，先拍遮，就念手就是看起来就是个囡仔人，伊毋知影是安怎会伫遮甲人相拍，算是真古锥，无毋对啦。啊，我阁袂记你用我的能力哦，毋是6点的时阵，甲伊烧，好烧，剪手。对，真手无毋对。扫起来甲烧起来，共一粒有够无彩啦。甲拍咧。嗷！嗷！哦，伤害嘛无讲介悬，这敢歹偷，这看起来无啥好用，买好啊。好，5点好，解决。先升级看卖，会使用3摆好，会使搁较疼，搁较细台好，这看起来加做好诶。好，安尼当然就是这啊。来看佫会使放啥？放落。好，算了，应该会使准备来偷一下装备啊。敢卖补一。啊，像头这像戆吼，伤害2杯，有2杯好。昨搬厝今日搁要继续整理，辛苦啊！
哦，若是要去无用，安尼你先做你去无用，哦，辛苦辛苦。哦，想着就忝啊吼。其实我嘛做无介意整理物件，见摆要迄个摒扫，还是要整理物件，我拢有够痛苦。阿明平安，阿明欢迎你来。有一阵仔无看的吼，最近过得安怎？想看觅，腰围为面床顶爬起来，哇！好啦，这个天，这个有够寒的，这个天真正是无啥有法度。过年的工课无用啊，辛苦啊，辛苦啊！搞早搞早，哇，拢无咧变啥？哇，其实我嘛是哦，我只是毋敢讲尔。其实我嘛拢无咧变少哦。哇，好，行。加一粒豆啊！哇，掠着嘿，掠着。你看啊，大家拢无介意变少啊，就规气莫变少，非得你变少了后，过一阵仔，伊嘛会垃圾去啊，对无？安尼是安怎要变少咧？是毋是感觉我讲了足有道理？哦，除非阿母摕钱互你变少，对。除非袂讲摕钱互我变少，无我也无爱。会使凊彩比做别个角色，敢是会使来偷看觅后摆的。这看起来好耍呢。哇，变少就是甲物件位倒平搬到，伊变做我的同事呢。好，想看觅哦。敢莫用2杯？好啊，无咱反酒，听豆啊。变做机器人，想拍。好，无闲话，无要紧。我会练练哦 ，OK。趣味。爱啦，用加纸。好啦好啦，大家嘛是，尽量爱变少，尽量就好，免伤过勉强。你庙讲的庙，你的庙讲的某会用钱请无？变少引导。哦，安尼好讲，有钱就好讲，有钱拢会使，无钱就歹。有钱拢会使，无钱就毋爱吼。是啊。好，下晡才继续变少 ，OK， 辛苦啊辛苦啊。下晡才来拍拼就好。倒一个较好咧，或者这我是感觉我无需要啦。七，我有4粒豆啊，有4粒豆啊，要斗一个七，其实无遐尔困难吼。毋过我颠倒开始感觉即个卡拉 OK 无遐尔好用啊。毋过嘛是先老的好啊。好来，11点，安尼就是全部爱拍好了吼。食一个补7点，补7点好啊，先补。伊个声有够高追，我最介意即个仙人草，伊拢会即个。好来，我要做啥物代志吼？
先摕金牌。搁得到这个剑齿。红杯煞后面甲补补的。你的意思是讲，你后面你后面甲伊扫一下，搁甲伊摕钱哦，安尼嘛是真巧呢。先看卖哦，做成6点袂歹啊。甲伊拆开，哇，斗袂出7点吼，要紧，卡拉 OK。无得啊。3色人种，莫啥物拢好难，伊确实是有3色无毋对。干巧，你有了啊，伤过熬趁钱啊哦。安尼有7点呢，7点啊。高水，几岁？叶声嘛真高水呢，伊嘛有迄个对半有认真扫，毋过嘛无做顶真的。普通顶真就好，毋免做顶真啦。无代志。我嘛是讲笑。好，伊的能力嘛怪怪吼，无想要伤过认真来读。会得咱先伤害先用这2倍伤害嘛。7点。卡拉 OK， 奇怪，头拄应该等遮嘛搁较好。你袂讲袂要求伤济，安尼袂歹。又成蚵仔吼，有啊消息啊。共款点数的，头仔会念伊无去 ，OK。困觉啊！反酒无去啊，5点好。蚵仔煮火锅，卖有够歹食。蚵仔煮火锅有够歹锅。迄个味足重的呢，规鼎拢会是迄个味呢，卖啦好无？这看起来袂歹，我想看卖。好，换。好，就安尼，来。金龟会使啊，金龟无共款啊，金龟好食呢，金龟胖胖，金龟甜甜。好，番酒。哇！你的猫仔嘛介意金龟安尼你的猫仔品味足好。甲金龟你感觉味共款？是哦，我感觉无共呢。我捌听过有人讲，迄个感觉金龟甲蚵仔的味共款呢。安尼嘛是介特别。对，金龟袂甲迄个规鼎拢变做迄个味啊，蚵仔就会，迄无共款，对，无共款的，无共款，哈哈，互伊喜悦。看我个当创啥？
结婚的味甲一般的人无共。安尼嘛是辛苦啊，安尼嘛是辛苦啊。好，快摕这，即回合我拢袂受到伤害啊。哦，欢喜。韩籍敢有人煮火锅？啊，你也会使试看觅。这个任务就交互你啊哦。你会使食看觅，到底敢有好食哦？啊，你食看觅咧嘛吼？2杯减1。韩籍 QQ 球，嘿，迄做好食诶。嘿，啊，毋过 QQ 球用讲诶袂安怎，拍字看起来都足伤心诶。就我慢慢听过有人直接甲韩籍煮入去火锅内底，真正毋捌听过。嘿，毋过嘛是真正会使试看觅啦。嘿，总是需要一个试验的这个，嘿，试验者吼，该对付吼。火锅敢毋是啥物拢会使淋落去？原底想讲你淋看觅三色豆啊，吼，啊毋过想想着你真正会安尼做，还是莫讲好啊 ！Oh my god！ 我个会晓创啥？哦，有啊。毋对，毋是安尼，害啊！敢若会使安尼做。哇！嗷！好，要死啊！伊要死啊！白来嘛加落对啊，无你白来嘛加落，看你敢要食。多谢 Mercury， 多谢 Mercury 提供的建议，建议会使试看觅。升级。哦，这个必须会使家己选吼。好，我观察看觅。这好啊，这较好控制。好啦，时间去传一包三色豆仔来比看啥较好。哦，你看要变啥 ？OK， 你会使试看觅。哦，你变成三色豆加2个嘛会使哦。请好好发挥你的创意。哦。是不是应该先来这边？刷来摕一个5点，甲锁起来。该拍。哈哈，喙齿已经加了是吞得落，辛苦啊！哦，为着要变这个，你嘛是真拼哦，你嘛是有够拼的。哦，会疼呢，而且一定好变起来，做无舒适的。思考一下。好，甲伊变起来吼。是啊。
无讲介认真咧算伤害吼，佢哋都学袂拍。哦，好有碰过呢，啊，毋过无啥物真正足介意的物件。安尼就先食好啊。吼，惊火 ，OK， 啊，毋过我也无火啊。纸剑，纸剑看起来袂歹呢。思考一下，好，或者先加杯嘛。哦，啊，纸剑来，好，用看觅，哎，好，博较袂歹，哎，赢。冰箱有半包三色豆啊，阿青，哎，啊，你搁去找阿红甲阿黄，吼，你就会使有一个家己制作的，家己制作的迄个三色豆啊，吼，嘛会使啦，嘛会使。好，互伊搁较疼好啊。好，升级。好，来拍这只龙。哇，全拢2哦。变3无就用。哦好，有阿红，好，恭喜哦，恭喜恭喜。有迄个狗仔互拍着先。安尼你搁爱找，你搁去买一罐迄个番麦罐头就好啊。哦，你就有阿黄啊。啊，用着。来拍7点，搁7点。啊，用着。哇！嗷嗷嗷嗷嗷嗷！哦，够厉害的这！就惨有50%的几率会失败。哦，而且佫互我一粒豆仔看无。毋是5点，哎呦，我给当创啥？变2杯，反酒。应该要会使。Oh my god！ 有够烦的这。一棍。好，剩一只吼，安尼这会使先食，这嘛会使先食。哦，享受的时阵来就餐。好，思考一下。安尼就真简单啊，安尼就是安尼。差13点吼 ，OK。过去佫出现啊！欢迎你来，欢迎欢迎。冠生敢要看你变，敢要看你变，敢要看你变，无恁兜遐买物件有较麻烦。
哦，无专练哦。认真讲是毋免啦，其实毋免啦。嘿，除非你家己真正有做想要舞即出哦，啊，你做想要甲大家分享，安尼是会使哦。对，无你若是真正做出来，你搁食袂落，迄嘛是互你痛苦，啊嘛做无菜嘿。所以其实拢讲笑啦，讲笑嘿，莫安尼虐待家己哦。若真正迄，互你感觉伤过歹食吼。哦，差伫红黄。啊，你爱确定食，你爱确定你食会了啦，爱确定你食会了才食。哦，无你若是搁买一大包，啊，你着买食无了，着嘛是无菜。哎，搁是伊呢？你食会了，你食会了，安尼会使啊？你会使甲大家分享啊？对吼，你总爱食三色豆嘛，所以其实你买较济应该嘛无啥物问题吼。伊就偌爱健身啦。我直接偷嘛袂嘛无问题吼。上色。嘿，好，安尼对。哦，安尼既然你平常时啊，就食差不多，安尼确实是会使，互你表演一下吼。互大家看卖，你有啥物创意料理？安尼，好，听起来是介心性。过去搁要来无，搁要来无闲啊！好，辛苦啊，辛苦啊！做你去无闲，过去再会。哦，袂歹哦，这卡拉 OK。要6点还是要入化？6点好啊。哦，番薯蜜好食，好，好食好食。对，我平常时啊，较罕伫食番薯，啊，毋过番薯蜜，迄就是无共款的物件。哦，对三色豆的感情是泡泡，是咱反应伤大。好，我会使理解，但是反应较大的时阵，就更较介意，甲咱即个嘛毋是讲创治的哩，甲咱讲生笑，嘛对啦嘛对。哇，安尼我敢是爱检讨，敢是叫我爱检讨的意思，应该毋是吼。赢，无设计就赢，耶！我成功啊！嘿，头摕一寡有诶无诶吼。嘿嘿嘿。哇，要买月球，哇，有够笑诶，有够笑，这个有够笑。啊，安尼就无啊。好，算是挑战成功，袂歹袂歹。所以头拄仔失败又记起来，哦，无写，毋过成功，算是有通关。好啦，哦，安尼咱今仔日即个 Dicey Dungeons 算是嘛有通关啊，安尼咱今仔日的海信可能嘛差不多到这，准备要来甲大家讲一下再会吼，嘿。嘛来点名一下，明仔载下晡2点明仔载下晡2点是咱的上尾一摆的直播，嘿，伫咱上尾的直播内底，主要是会读大家名堂啦，若是有想要问的、想要讲的，会使把握一个机会，来答名堂，
另外吼，就是明仔载嘛是会唱几条歌吼，嘛算是一个歌会，有几条歌想要送互大家哦，所以明仔载下晡2点会使来听哦。嘿，顺便甲大家讲一下吼，就是明仔载下晡2点，嘛会甲迄个，就是海神了吼，嘛会甲历届就是关掉，嘿，所以若是有想要趁钱的，嘿，会使把握机会。哦，若无吼，就是后摆嘛是会使寄付互读心加五星，嘿，对。好，咱今日海信吼，差不多到这。嘿，阿卡加，平安，即摆应该算中昼吼，中昼平安，午安，欢迎你来。嘿，好，即摆来点名讲再会。Mercury 中昼平安再会，杰峰中昼平安再会。过去身体无用啊，所以应该袂听到。阿明，阿明中昼平安再会。阿卡加中昼平安再会。阿水中昼平安再会 ，YU 中昼平安再会。好，今日足感谢大家来，安尼，咱明仔载再个见面哦。好，拜拜。